拉高轉到底可唔可以清除積碳呢？嚟回答一下粉絲喺評論區留言嘅問題。首先，上期視頻我有提到可以通過跑高速嚟清除積碳，但係跑高速同埋你去拉高轉清積碳呢，兩者係唔同概念嘅喎。跑高速，我哋係可以將發動機長時間處於一個3500轉左右，嚟讓發動機處於一個燃燒充分嘅狀態。自吸車可以用呢個方法嚟緩解積碳嘅問題，而拉高轉係指將發動機處於一個6-7千轉嘅高轉速狀態。呢個時候，如果發動機嘅內部係非常之邋遢嘅，咁就會有拉缸嘅風險啦。所以喺唔了解自己台車發動機嘅狀況下，千祈唔好立亂拉高轉啊！另外，通過跑高速嚟清積碳，對於渦輪車嚟講，效果係非常之細嘅。呢個係因為渦輪車嘅發動機溫度更加高，積碳產生嘅速度亦都更加快，短時間內跑高速其實係冇咩效果嘅，可以講係基本上冇效果。呢個亦都係渦輪車點解要經常用到積碳證，亦即係燃油寶嘅原因啦。如果大家仲有咩疑問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討論。